我想再跟你请教一下，听说房屋买卖要1个月内完成登记。我想高老二請教一下，聽講房屋秘密要1個月內完成登記。我想高老二請教一下，聽講房屋秘密要1個月內完成登記，才不會被罰鍰。請問要怎麼辦理呢？將唔會本人罰錢，請問要樣辦辦理呢？將唔會本人罰錢，請問要樣辦辦理呢？好的，這份是房屋買賣的流程圖及應付文件。好，呢份係房屋秘密嘅流程圖，留改付文件。好，呢份係房屋秘密嘅流程圖，留改付文件。首先，雙方要訂一份買賣移轉契約書，正副本各一份。首先，雙方要填一份秘密移轉契約書，正副本各一份。首先，雙方要填一份秘密移轉契約書，正副本各一份。正本需貼權利價值1/1000的印花，正本是答權利價1/1000嘅印花。正本是答權利價1/1000嘅印花。然後再到就近的稅務局分局、稅務機關，然後徵求授權嘅稅務局分局、稅務機關，然後徵求授權嘅稅務局分局、稅務機關，去申報房屋契稅及土地增值稅，求申報房屋契費和土地增值費，求申報房屋契費和土地增值費。完稅之後，再到我們這邊辦理所有權買賣登記。完費之後，將過到愛到呢邊辦理所有權秘密登記。完費之後，將過到愛到呢邊辦理所有權秘密登記。了解。我還要準備哪些資料呢？了解。我還要準備哪道資料呢？了解。我還要準備哪道資料呢？辦理登記時，請帶填妥的土地登記申請書。辦理登記時，請帶寫好寫嘅土地登記申請書。辦理登記時，請帶寫好寫嘅土地登記申請書。貼好印花的買賣移轉契約書、繳稅證明，搭好印花嘅秘密移轉契約書、繳費證明，搭好印花嘅秘密移轉契約書、繳費證明，身份證、印章、義務人印鑑證明、土地權狀就可以辦理了。身份證、人呢？義務人印鑑證明、土地權狀就做得辦理咧。身份證、人呢？義務人印鑑證明、土地權狀就做得辦理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謝謝你。這份資料給你帶回去參考。我哋咧，什麼呢？呢份資料本日帶參考參考。我哋咧，什麼呢？呢份資料本日帶參考參考。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，歡迎打電話來詢問。好的，謝謝你。呢係我嘅名片，那係有冇了解嘅素材，歡迎打電話來問。好，什麼呢？呢係我嘅名片，那係有冇了解嘅素材，歡迎打電話來問。好，什麼呢？